美國跑鞋品牌 Altra 一向以 Zero Drop 零足跟差見稱，近年打破傳統推出有 Heel Drop 嘅路跑鞋，例如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 Altra FWD Via， 有 Heel Drop 嘅 Altra 仲有冇以往嘅自然跑感呢？今集咧就同大家講下 Altra Experience Flow 2。歡迎收睇 Wasserman Channel， 呢個係專門同大家分享跑步裝備嘅頻道。如果你中意跑步、中意研究 gear 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讚好支持啦。多謝 Altra Hong Kong 贊助今集嘅影片。不過一如以往，內容咧係基於我自己親身實測之後嘅真實感受。講鞋之前，先同大家簡單咁重溫下乜嘢係 Zero Drop 先。咁如果你本身對 Zero Drop 好熟悉嘅話咧，咁就可以直接跳去跑鞋介紹啦。所謂 Heel Drop 啦，係指鞋嘅後踭同埋前掌之間嘅高度差。大部分嘅跑鞋嘅 Heel Drop 咧就介乎於4mm 至12mm 之間啦。一般嚟講啦 ，Heel Drop 越高越容易造成腳踭先落地，部分嘅衝擊咧就會分配到去呢個膝頭哥同埋臀部，相對減少小腿啦同埋阿基里斯腱所承受嘅壓力。比較適合初學者同埋身形比較重嘅跑者。咁相反啦，低 Heel Drop 甚至乎係 Zero Drop 跑鞋咧，就會比較容易跑到中掌、前掌落地，可以更加有效咁利用前掌啦同埋小腿肌肉去推進。但係啦，因為腳踭啦同埋小腿嘅參與度提升，阿基里斯腱同埋小腿肌肉嘅負擔咧就會相對增加啦。咁就比較適合一啲有一定嘅跑量啦同埋速度基礎嘅跑者嘅。根據 Altra 嘅講法 ，Zero Drop 跑鞋咧就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啦，就係模擬接近赤足比較自然嘅跑步姿勢，去鼓勵翻跑者咧就用翻足部內在肌肉同埋肌腱去發揮對腳本身有嘅功能。第二就係鼓勵以中掌或者前掌落地，相比起後踭落地咧就可以減少傳遞到去膝頭哥啦同埋下背嘅衝擊。第三點咧就係提升本體感覺，令到跑者更加容易感覺到腳掌踏落地面時候嘅狀態，有助改善協調同埋平衡。第四，因為小腿參與增加咗，所以長遠咧就可以訓練小腿嘅肌肉同埋力量。第五 ，Zero Drop 嘅跑鞋咧就模擬翻赤足嘅站姿啦，腳趾可以自然伸展，腳踭嗰個活動範圍更加大，幫助強化足部嘅柔軟度。雖然聽落 Zero Drop 有唔少嘅好處，但係現代人無論係行路啦定係跑步，都已經習慣咗鞋嗰個 Heel Drop 噶啦。所以好多人咧啱啱轉着呢個 Zero Drop 跑鞋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小腿特別酸軟嘅。尤其是路跑嘅時候咧，因為要維持更加快啦、比較平均嘅 pacing 嘅時候啦，呢一個感覺咧就會更加明顯啦。為咗跑者更加容易上手 ，Altra 咧就近年推出咗 4mm Heel Drop 嘅路跑鞋。4mm Heel Drop 咧仍然屬於 Low Heel Drop， 可以保持一定嘅自然跑感，同時咧又比起 Zero Drop 容易適應，算係介乎於傳統跑鞋同埋 Zero Drop 跑鞋之間嘅過渡選擇。先講下 Altra Experience Flow 2嘅基本數據先 ，Stat Height 後踭32mm， 前掌28mm， Heel Drop 4mm。重量經過實際磅過之後 ，US 8毫半，左腳右腳都係重224g。以佢 Daily Trainer 嘅定位嚟講咧，都算係幾輕嘅。除咗 Zero Drop，Altra 另外一個招牌咧就係 Foot Shape 嘅寬圈設計啦。強調依照翻腳掌嘅自然形狀去做鞋，前掌空間特別充足嘅。腳掌偏闊嘅跑手咧都可以放心。尺寸嗰方面啦，我自己可以着翻 True Size US 8毫半，冇偏碼。Experience Flow 2用到 Altra 最新嘅 Ego P35 中底，根據 Altra 嘅官方講法啦，同上一代嘅 Experience Flow 去比咧 ，Ego P35 嘅中底咧更加輕、更加軟，回彈更加明顯嘅。根據翻 Run Repeat 嘅實驗數據 ，Experience Flow 2嗰個中底物料硬度咧就係14.1 HA， 屬於偏軟嘅。緩震程度分數咧就屬於中等水平。至於腳踭嘅回彈力咧就有60.3%， 前掌嘅回彈力咧就有68.1%， 比起平均略高啦，而且比起上一代嚟講咧係有明顯嘅進步噶。就我自己嘅個人實測感覺啦 ，Experience Flow 2咧跑起嚟個 cushion 咧都充足嘅，但係咧仍然都可以感受到個路面嘅。
咁啊柔軟度適中啦。不過咧同我以往着過嘅 Ultra 路鞋嚟比啦，例如 Torin 5啊、Via Olympus 啊、FWD Via 嘅話咧，咁 Experience Flow 2嘅腳感咧就屬於最軟嘅。咁啊 Experience Flow 2啦，雖然係 Daily Trainer 定位，咁佢個回彈力咧唔算太強，鞋底嗰個 Walker Shape 嗰個結構咧亦都唔進取嘅，咁所以跑緊嘅時候咧就冇好強烈嘅推前介入感啦，腳感好自然唔拖嘅，咁啊十分之適合咧去做一啲低強度嘅練習，例如係一啲 Easy Run 啊或者 Recovery Run 啊。Experience Flow 2咧係一對 neutral shoes 嚟嘅，不過 Ultra 因為鞋圈比較闊啦，所以鞋底咧都相對闊㗎。咁啊加上啦 Experience Flow 2本身嘅 Stack Height 唔高嘅，咁所以佢嗰個鞋底闊度同埋 Stack Height 嘅比例咧就分別係前掌有4，後踭2.65，屬於好高嘅一個分數啦。咁啊就算中底唔算結實啦，佢內質咧亦都冇額外加高嘅質長咧，咁 Experience Flow 2咧跑落咧仍然都屬於好平穩嘅。Experience Flow 2咧嘅鞋面咧就用咗更加柔軟嘅網布，厚薄適中嘅。咁測試嗰陣時咧，香港正值秋冬季，咁所以透氣度咧都算係不過不失嘅。咁不過啦，始終咧都要去到夏天先可以見到真章啦。咁啊 Experience Flow 2嗰個定位咧係 Daily Trainer，雖然輕身啦 heel counter 咧都唔算好堅硬嘅。咁不過啦，佢個鞋領嗰個填充咧算係充足嘅，鞋脷嗰個厚度咧更加可以用豪華去形容啊。咁啊而且咧係同呢個鞋身連接嘅吉塞thân設計嚟㗎，咁整體嚟講啦 ，Experience Flow 2個包覆鎖定感啊屬於適中啦，唔算太束縛，亦都唔會話好容易甩嘅。Experience Flow 2嘅 outsole 橡膠咧，主要集中喺前掌後踭呢兩個關鍵嘅受力位啦。咁啊 outsole 嘅紋路咧就以分段嘅凹槽為主嘅，可以提升前掌嗰個彎曲嘅靈活度啦，同埋整體嘅流暢度。咁中間嗰個部分咧就保持呢個中底裸露，咁就有助減輕重量嘅。咁啊，根據 Run Repeat 嘅數據啦 ，Experience Flow 2嗰個抓地力咧就屬於平均以上嘅。咁至於耐久度嗰方面啦，咁 Experience Flow 2嗰個外底嘅橡膠厚度咧就 2.5mm， 屬於偏薄嘅。咁不過啦，始終咧我着 Experience Flow 2嗰個里數唔多，冇明顯嘅磨損咧就好正常嘅。咁但係我自己就未能夠去就呢個耐久度去講太多啦。簡單咁去形容 Experience Flow 2呢對跑鞋咧，佢係一對輕快嘅日常訓練鞋嚟嘅。咁設計上咧，佢嘅最佳應用場合咧就係一啲 Easy Run 啦，同埋 Recovery Run 啊。咁比如咧，我就中意着佢去跑一啲6分披啊到6分半披嘅 Easy Run。咁透過咧強度比較低嘅訓練咧，去慢慢鍛鍊小腿。咁啊，就算 No Heel Drop 咧會加強小腿參與咧，咁都唔會有太大嘅負擔嘅。咁不過咧，因為呢對鞋真係算輕啊，咁啊同啲競訓款唔差太遠啊，咁所以咧用 Experience Flow 2咧，其實都可以應付一啲強度稍為提高嘅tempo run。咁但係啦，啱啱着 low heel drop 嘅跑鞋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嗰個小腿負擔而去調節呢個強度啦。咁至於距離嗰方面啦，其實 Experience Flow 2嗰個穩定性咧係相當之唔錯嘅。咁所以跑 10K 啊，甚至乎 15K 咧，基本上問題都唔大。不過咧，因為呢一對鞋嗰個 stack height 唔厚，喺嗰個 cushioning 嚟講咧係充足，但係咧係未算最頂級㗎。咁所以咧跑長課嘅時候咧就要留意下啦。Ultra 而家有3款有 heel drop 嘅路跑鞋 ，Experience Flow、Experience Foam 同埋 FWD Via。咁啊 ，Experience Flow 嘅定位咧就係 Daily Trainer，Experience Foam 咧就係 Stability Shoes。至於 FWD Via 咧就係 Stack Height 最後 cushioning 最強嘅款式。咁3款鞋入邊咧，我就着過啦，啱啱同大家介紹緊嘅 Experience Flow 2同埋之前咧都介紹過嘅 FWD Via。咁啊，要比較呢兩對鞋嘅話咧，咁首先我就覺得 Experience Flow 2嗰個腳感咧比較軟嘅，佢個步伐過渡咧亦都比較自然，另外鞋圈咧都窄少少嘅。咁至於 FWD Via 咧，佢個腳感咧比較 firm， 咁啊鞋底嘅 Walker Shape 嗰個結構比較明顯，所以步伐過渡咧會流暢啲啲嘅。咁啊另外啦 ，Stack Height 比較厚，所以咧 FWD Via 嗰個 cushioning 咧都比較強嘅，鞋圈亦都比較闊。咁啊，值得一提嘅係咧 ，FWD Via 咧就嚟推出第2代啦。咁啊，中底咧會改用呢個 Eagle P35。咁啊，估計咧佢都係一對適合長課嘅頂級 cushion 鞋嚟嘅。咁啊，大家都可以期待下呢對鞋嘅推出。如果有機會入手嘅話咧，都一定會同大家分享。
以上就係 Ultra Experience Flow 2嘅實測報告啦。咁好多謝你可以睇到最後咧都要戴翻個頭盔。咁我自己只係一個咧視跑步為興趣嘅業餘跑者，呢個實測只係我自己嘅個人心得感想，僅供參考。咁啊，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呢，希望你可以讚好啦，同埋分享呢條片。咁啊，如果有任何意見想交流嘅話呢，亦都歡迎你喺條片下面留言。如果你想定期得到唔同嘅跑步裝備資訊，咁就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嘅 Wasserman Channel 啦。你嘅支持就係我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